除咗一般住房樓層之外，真光護老之家特別為有需要嘅長者設立護養院、樂閒居同埋復康治療室。護養院24小時均有註冊或登記護士當值，為健康欠佳、身體殘疾、認知能力欠佳、未能自我照顧起居嘅長者提供全面嘅深切護理，如失禁護理、氧氣治療、抽痰、鼻胃喉、PEG 喉餵食、正壓呼吸儀治療同埋腹膜透析等。好似大家而家見到嘅站立移位機，就係為協助行動不便嘅長者如廁同埋更換尿片而設嘅。護養院仲特別設有造口及傷口護理服務，為有需要嘅長者提供傷口評估同埋護理，例如透過採光燈幫助傷口嘅愈合、褥瘡預防、放射治療皮膚護理等專科嘅護理服務。